你哋有冇諗過一個笑容有幾可貴？原來一個簡單嘅笑容，對於某啲人嚟講係一種奢侈品。有一位80歲嘅婆婆，因為冇錢睇牙醫，佢啲牙係有嚴重嘅問題。佢已經好多年冇喺人面前真正咁樣笑過。類似真實嘅故事喺老有所依，經常都會遇得到。有研究報告指出，喺本港差唔多有58萬個長者生活喺貧窮線之下，佢哋每一日都係為緊基本醫療而掙扎。呢啲除咗係一個數字之外，仲係嗰位唔敢笑嘅婆婆，同埋喺我哋身邊擦身而過嘅長者。嗰刻我就決定好想幫佢哋做啲嘢，所以咧我就接受咗老有所依慈善基金愛心慈善大使嘅委任。今日我好想帶大家睇下呢一啲隱藏嘅需要。當我了解老有所依嘅故事，最觸動我嘅唔係佢哋規模有幾大，而係佢哋嘅起源。創辦人朝日安先生，佢唔係醫生，而係同你同我都一樣嘅普通人。佢係一位前公務員。佢做義工嗰陣咧，因為親眼見到長者嘅無助，有長者因為冇人照顧啦，竟然要瞓喺後巷嗰度。佢嗰種畫面令到佢無法安沉。咁再加上啦，佢經歷咗母親離世而未能陪伴嘅遺憾，佢將呢個悲憤化為力量。2015年咧，佢就決定同10幾個朋友一齊創辦老有所依。其實當時佢身邊咧都有好多質疑嘅聲音㗎，好多人都同佢講冇可能㗎，你係咪傻㗎？但係咧，最令人敬佩嘅係總有同行者。一班醫生朋友唔單止應承提供免費嘅門診，甚至乎連醫藥費都係自己揞荷包。呢一份不問回報嘅義氣，就係老有所依嘅初心。10年過去啦，當初嘅傻念頭變成今日超過有110位醫護人員嘅團隊，用一個信念，老有所依，讓長者重獲尊嚴，默默守護住呢啲需要幫助嘅長者。作為愛心慈善大使，我最想同大家分享嘅係佢哋每項服務嘅背後點樣改寫緊一個又一個嘅生命。對於好多行動不便，甚至連搭車錢都想慳嘅長者嚟講，流動綜合診所係佢哋喺病痛中嘅一點光。有別於其他服務，喺流動綜合診所入面咧，所有合資格嘅長者都可以得到2至3個唔同嘅專科醫生嘅詳細檢查，一個下晝就可以搞掂晒。而呢一樣嘢可能係預防一場大病嘅關鍵。我哋開頭講嗰位唔敢笑嘅婆婆，就係喺呢一架車度重拾翻佢嘅笑容。當 Grace 劉醫生為佢整好棚牙，佢望住塊鏡嗰一刻，露出咗一個生疏但係非常之燦爛嘅笑容。喺呢度唔單止係醫牙，係醫翻一份自信，一份同人交流嘅勇氣。記得有一次，有一個婆婆完成咗牙科治療之後，佢同我講，如果唔係今次有呢個牙車服務，佢可能真係成世人都冇洗過牙。完成咗佢嘅治療之後，佢笑得好開心，佢終於都可以露齒笑啦。嗰一下，我感覺到我哋嘅一小步，其實係佢哋嘅一大步。我認為一排好嘅牙齒係好重要㗎，係關乎我哋嘅身心健康。作為一個牙醫，我好感恩可以用到自己嘅專業知識去幫各位公公婆婆重拾自信嘅笑容。見到佢哋開心，我都覺得好開心。你想象一下，當你嘅世界因為膝關節痛，行動嘅範圍縮細到只係屋企嘅4面牆，就連去樓下公園都係奢望，嗰種感覺會係點？老有所依提供嘅免費膝關節置換手術，係對於喺公立醫院排緊長龍嘅長者嚟講，簡直係一個奇蹟。由手術到康復，費用係全免嘅。我哋去探訪過一位長者，親眼見證住佢係重新靠住自己雙腳行返路，去街市買餸。嗰一步唔單止係一步啊，係重獲自由。除咗治療之外，更加有溫度嘅係預防同埋陪伴。
呢一度嘅健康講座咧，唔係死板板嘅説教，而係好似同屋企人咁樣傾偈，教佢哋點樣照顧自己。呢啲睇落好似好小事，但係對於長者嚟講係尊嚴，係佢哋可以選擇去邊一度嘅權利。一直以嚟啦，覺得喺社區入邊能夠服務到一啲嘅長者咧，都係我哋嘅心願嚟嘅。流動綜合診所咧，直接將一啲嘅專科嘅醫療啊，或者一啲其他嘅醫療服務咧，帶到去長者嘅社區，真係可以幫助到佢哋。我見到呢啲長者，尤其是行動不便嘅長者啦，佢可以接受到佢需要嘅治療，同時更有尊嚴咁樣生活落去咧。我每一次都好開心。佢哋初初可能腰好痛啊，或者係佢哋行動好唔方便，但係後尾都經過我哋嘅治療之後，佢可以自己去買餸咯，自己可以落樓，自己可以行得好返好多。咁呢樣嘢係令到我哋開心，同埋更加有動力去繼續幫嗰啲長者。其實做呢啲義診嘅服務嘅時候，可以更加用到我哋醫術去幫啲有需要嘅街坊，令到嗰個社會更加有愛。由關注腦退化症到今日成為老有所依嘅愛心慈善大使，我越嚟越覺得關心唔只係一個念頭，佢係需要化為行動。呢啲服務要延續落去嘅話，真係好需要你哋嘅支持。你嘅捐款唔只係一個數字，你嘅300蚊可以幫一個長者買藥，你嘅500蚊就係佢一個月嘅基本藥費。你嘅一份心意就係支持流動綜合診所同埋牙科車繼續行落去嘅動力。老有所依承諾，你嘅每一分捐款都會100%咁樣用喺服務長者身上，延續住當年嗰班醫生自己揞荷包嘅初心。呢一個承諾好重，亦都好珍貴。我呢幾年就覺得辛苦啦，行唔到嗰隻腳真係好辛苦啊！咁佢咪俾嗰啲止痛藥我食咯。好有愛心，兼夾咧佢本身咧係專業嘅。而家咁樣幫我做咁多嘢，真係好感激你哋，多謝晒。今日同大家分享咁多，其實就係想講，我哋每一個人都會老。當我哋幫緊今日嘅長者，其實都係為緊將來嘅自己同埋我哋所愛嘅人，建立一個更加有溫度、更加有尊嚴嘅社區。我希望當我哋老去嘅時候，依然會有人好溫柔咁樣扶我哋一把。如果你都相信每個人都係值得被溫柔對待，都係值得有尊嚴咁樣老去，請你支持老有所依。你嘅捐款、你嘅時間，都可以為更加多嘅長者帶嚟笑容。我係李佳芯，多謝你同我一齊見證老有所依嘅使命。